我是乐乐，爱听我的频道哦。大大的耳啊，粗粗的喙齿，长长的鼻啊，要看卖我是啥人咧？我知是大象。足赞的呢，动物园，咱紧入去。乐乐，你这条记要去倒？今仔日我要来找大象嫂。大象住伫动物园的倒位咧？这嘛，我是阿啾啾，我住伫热带雨林区。我是非洲象，我住伫非洲区。我是镇馆之宝林王阿公，紧来找我。奇怪，啥怎恁无带做伙咧？因为我是对无共所在来的哦。到啊，这是热带雨林区，大象伫遐。乐乐你好啊，我是阿啾啾小姐。阿啾啾阿姊你好，你是对倒位来的？我甲阮兜的人住伫印度甲东南亚迄块位啊，不管是树林内底，也是草坡，拢有阮阿啾啾的脚迹哦。啊，阿啾啾阿姊，你真正足大的呢！我的身长有600公分，像乐乐的身高是120公分，所以我的身长有5个乐乐。我的体重有要60个大人的重量。为着维持我的身材，我每天会食150公斤的食物，大概是食1200斤酒的重量。哇，1200斤酒，安尼爱食偌久啊？所以我总是咧食物件哦。乐乐，你观察看觅，我拢食啥咧？我看卖哦，是青色的青草。无唔对，我是草食性动物，所以我干那食草，无食肉。伫野外，我会食青草、野生的果子、树叶、树枝，甚至树皮。住伫动物园的我，因为保育员有准备食物，所以我3不5时会食到一寡甜甜的果子甲营养补品，鹅鹅头。甲我同款，我嘛喜欢食果子。奇怪，阿啾啾小姐，你会唱歌咧？乐乐，你讲的迄种又搁尖又搁长的象牙，敢若讲的阿啾啾，搁有我的亲戚非洲象才有哦。因为我是查某的，母的阿啾啾象牙较细，是袂了牙的。毋然安尼，甲非洲象比起来，会发现我的耳仔较细，嘛较圆。不离个非洲象的耳仔是亲像2支大盔线。我发现，不管是非洲象、阿啾象，拢有足长的鼻仔。大象的鼻仔是足有路用的哦。乐乐，小朋友，你想看觅？大象会用鼻仔做什么代志咧？1. 喘气 2. 输水 3. 摕食物。答案是以上拢会使。大象的鼻仔足厉害，会使做足侪代志。除了用鼻仔喘气以外，我的鼻仔阁有足侪功能哦。长鼻仔就亲像我自闭的长树管，我会先甲水输入来鼻仔，再阁甲鼻仔内底的水送入去嘴里啉。我感觉热的时阵，我嘛会用鼻仔输水，替家己呛好凉洗身躯。原来大象毋是用鼻仔啉水，只是用鼻仔甲水像树管共款输起来。无怪你拢无去砸着。无毋对，乐乐你看，我的鼻仔头前生甲敢有伸手指头啊？有影呢，看起来敢若手。我的长鼻仔嘛是真灵巧的手哦。有伊，我毋但轻松用鼻仔，甲真侪食物卷起来食，
佫会当轻松甲叮当的物件撒开。大枪的片仔有够厉害，佫会当甲大片的同款，甲大插头耍走。阿舅舅阿姐，你要去倒位？天气真热的时阵，阮上喜欢洗身躯啊。我会甲规身躯浸伫水内底摆小气，因为惊热，我的皮肤嘛变甲焦皮皮。水分会留伫焦焦的温度内底，互我的身躯搁较紧降温。就凉的。啊！非洲区的大枪在叫我。阿舅舅阿姐，真欢喜甲你熟识，我要来去找非洲枪啊！无问题，替我甲亲戚非洲枪问好。好。非洲枪阿姐，你伫倒？吹到啊！非洲枪阿姐，你是安怎一直对身躯顶喷刷？安尼四周围拢雾雾，你敢是想要闭起来？这啊，是阮大枪一族的清凉的撇步哦。除了定定浸伫水里，我阁会用绿膏仔糜甲沙来洗，互我的身躯较紧降温。因为我真惊热，你看我的耳仔特别大，顶头有真侪火筋，会当倒排烧气。有影呢，你的耳仔会当当作大开心。非洲枪阿姐，我发现你看起来比亚洲枪搁较大只。非洲枪的体型会使比亚洲枪搁较大哦。成年的非洲枪会当重7500公斤，差不多是107个大人的重量。而且母的非洲枪嘛有枪牙。露露，你有看卖？这2张相片，倒一张是我非洲枪的相片，倒一张是亚洲枪咧。倒边的大枪耳仔较大，身体嘛较大。而且倒边的大枪有生喙齿，我摇倒边是非洲枪。答案正确。非洲枪是世界上上大的陆生饲冷动物。另外，我的亲戚亚洲枪，敢若会当算是体型第2大。原来是安尼。不过，非洲枪阿姐，恁厝内底的人敢拢住伫非洲草埔？毋那是非洲草埔。像那大草埔、南亚地灌木林，甲打扫半沙漠型的灌木林内底，只要有清气的水甲食物，我拢会当生存。阮的一家伙仔做伙，四界行来行去，找找水源甲食食。若行来行去，脚敢袂真酸？我的体重真重，一只脚都爱经超过1000公斤的体重，所以阮非常要紧脚的保养。伫动物园内底，保育员会真细致检查我的脚，佮会替我修指甲，互我会当较好行。对啊，非洲枪阿姐，大树忝的时阵，拢是安怎困呢？你敢会是徛咧困？小朋友。对露露做伙又看卖，大枪拢是安怎困的？1. 徛咧困；2. 倒落去困；3. 无困。我是倒咧困。我有大枪，甲我同款，会倒落去困。答案是1. 徛咧困。大枪大部分会选择徛咧困。敢若小枪才会倒摊起咧休困。也毋过，若是徛咧困，敢会真简单就醒过来啊？伫野外的大枪，一天敢若困2点钟。即马我住伫动物园内底，因为无需要开时间找食物，所以会困4至6点钟。困眠足重要诶，阿母讲爱加困一寡，才会世界又搁悬又搁摇。无毋对，露露困眠爱有够，才会像我同款，搁悬搁勇。时间无早啊，我搁要去看林王阿公，才会当回去好好休困。真欢喜甲你熟识，非洲枪阿姐。
后盖再过来佚佗哦。狗啊，这是教育中心。听讲这有一只足有名的大象，林王阿公，伊是啥人啊？是安怎会住伫这？奇怪，林王阿公伫倒位？露露，我伫这，我就是林王，是森林之王的意思。林王阿公好。露露你好，我捌是全台湾上出名的动物哦。伫我搁活的时阵，大细汉囡仔拢会伫逐年10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替我过生日哦。哇，我上介意过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多谢露露。今嘛，我虽然已经变标本啦，但是我犹原伫个动物园内底陪伴大家。来目沙动物园，千万会记得来看我哦。好。哎呀，林王阿公，你是安怎？哎呀，其实啊，虽然像我同款住伫个动物园内底的大象真受欢迎，也毋过我的其他同伴，迄寡搁留伫个树林甲草埔的野生象阵，就无遐尔好运啊。因为人类真介意阮的长牙，用阮的长牙做成艺术品，为着要摕到象牙，拍蜡者会非法甲阮掠。毋那是亚洲象已经要断种，连非洲象的数量嘛在快速减少当中，面临断种危机。想袂到长长的树牙，竟然成做大象家族的烦恼。露露，免烦恼，只要人类继续用象牙制品，就免烦恼有搁较侪大象，互人掠走挽喙齿啊！无毋对，咱来做好朋友，绝对袂当伤害野生大象。那安尼，若是人类过度开发土地，嘛会互大象生活的环境变细，不利因的生活。所以爱护环境，降低开发，野生象群才会有搁较舒适的生活空间。我知啊。小朋友，大象规身躯真正有足侪秘密。我已经分得出亚洲象甲非洲象啊！你咧，你敢知影安怎分？我阁知影非洲象是世界上上大的陆地饲灵类生物。大象啉水是用鼻仔做水果，鼻仔阁会当塞足重的插头，真正足厉害的。后摆到动物园看大象的时阵，你嘛会当观察看卖大象的鼻仔阁有啥物功能哦。你阁想要认捌啥物动物？会记你寄到乐乐皮箱，也是留话甲我分享哦。乐乐有冰刀咯，会记得爱饲定冰刀的动物哦。嘿嘿嘿。